国际新闻来关心以海战火这场战争拍1个月啊，上界可怜的就是百姓。以色列初7有民众伫特拉维夫点蜡烛哀悼过身的亲人，也伫加沙失去亲人的百姓是搁较侪，因逐工爱面对炮火，而且日子拢过甲真惊吓，煞嘛看袂到停战的希望。伤心的以色列民众，找一个以巴战火满1个月的一天，做伙伫特拉维夫这个喷泉广场，用蜡烛围做一个圆圈，表达对死去的亲人的思念。伫热闹的伴奏和轻轻唱的歌声内面，真侪人看到亲人的相片，拢挡袂牢烧难得好。同款艰苦的，阁有即阵伫以色列国会头前抗议的民众，因的亲人伫哈马斯毒袭行动内面放绑票，甲人毋知影是生是死，因要求政府毋管安怎，拢爱大声抢救这无辜的人质。One, the highest priority is to bring the hostages, no matter what, even if it involves to switch to release all prisoners, all, not only Hamas, all Palestinian prisoners for exchange of the hostages. 10月初7，哈马斯对以色列无预警的攻击行动，是造成以色列1400个人无命，佮绑走240个人当作人质。后壁以色列是对加沙开始报复，空袭是无得停，无情的炮火佮崩到病院，人民也是拢炸甲无去，尸体一直对沙石堆内面挖出来。这个伫加沙病院无用救人的医生，看到家己2个细汉囡仔的尸体嘛，放卷入来，情绪完全失控。و5 سنوات ما هو ذنب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ما هو الجرم الذي اقترفوه حتى تصب على رؤوسهم أطنان من القنابل؟ 这个医生是毋但失去伊的囝，伊的妈妈和兄弟姊妹啊，和因的囝，拢总是不幸死亡。大家甲这包白布的尸体卷起来，替亲人在祈祷的时阵，心内是有够沉重。即马以巴双方已经有10000多人无命，但这场战争当时要结束，还阁看袂出来。厝无去，厝内人死去的悲剧，到底当时才会当结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